才用心，永远是注定无路用。爱你啊，生命献予你。爱你啊，青春献予你。是你啊，我全无啦，是讲哦，想要甲恁借恁的生死簿小演者啦。必须是飞机，才会当互你老弟的生死簿。我知错啦。有单呀？无啦，咱只是要借看一个，看一个就好啊，吼。警长，警长，我另外卖钱你家。喂！哎呀，你是咧拍啥？啊，你敢知我是啥物人？我唔是普通的人物呢。杨龙来啊，大哥。原来是天生圣了，妈祖娘娘护法的亲戚，千里眼甲顺动你。杨大哥啊，是安尼啦吼，阮奉阮娘娘的旨意吼，想要来借你的生死簿显一下，啊，看有一个叫江义的人是生还是死啦。这真困难咯，因为除了玉皇大帝甲皇母娘娘以外，什么人都免看我破官倒定的生死簿。这民主问题呢？阮的头家是天后娘娘呢，天上圣母妈祖娘娘呢。就算讲伊亲身来，我嘛免外看真实。民主问题啦，你会当无互阮听伫啊民主，连阮娘娘民主你嘛无爱互伊。什么人都知我咸路上界无情，爱我卖这个人情，就是无可能。我这样呢，今仔应该小叮当一下哦。对啊，杨大哥，今仔日阮一定要看啦，卖别问哦。啊，别人是干怎？打球！你看生死簿？你对付阎龙，我不可能你看生死簿。打球！出来！起啊！收工！阎大哥多谢。既然敢偷伫我生死簿顶下掠去，我一定要将你抓，你若发现18斤地甲，就倒山落去掉，了才放下落去。我看干了。爸，我带你去逛大街。讲咸咸鸡尾腿啊，香出来咸是最好食的哦。我无，你一人先对食，我要去田里找阿爹。阿爹，阿姊，你到底伫咧倒？你紧转来好无？我足想你，我足想你呢。
看到阿红这么伤心，我是不理是讲，伊若听死去，代志会听呢。哎呦，这种代志我讲袂出嘴啊！哎，你讲袂出嘴，安尼我就心肝较硬，就我去讲。我过去啊，你莫讲，你莫讲，你莫讲，啥物莫讲？爱面对现实啦，睇来，我来讲。唉。哪会死？哎，千里啊，无咱借问一下吼，阿二仔叫啥名？你敢知？伊姓江啊，名叫江义。江义，你知嘛吼？吼，是安尼吼。无千里公主啊，拜托一下吼，你教我一下，这两字安怎念吼？那就江义，你是？你念一下。江喜，唔是江义啦，你拖汤补袂来，明明就是江义，害我害烦恼，害我艰苦。你意思是讲我骗唔对伊哦？骗唔对啦。歹势，我谈多啊，这么紧张，时间搁这么变，我凊彩听了我就走啊！我当作江义，跟江义就讲了差不多。什么叫差不多？差一条人命呢！我袂讲，慢些，意思是讲阿二仔无死。好佳哉，好死，我走。大弟兄，大弟兄，你毋是倒三工找阿爹？有找着无？叫我阿爹的消息。我跟你讲较细点。阿豪，阮即摆阮两个吼，嘛毋知恁阿爹到底是生是死啦，可能是电话一摇吼，我无去显着啦嘿。你讲啥？点。哎呦，规日我安尼讲，伊嘛听无对不对？无过去安尼啦，咱两个过来地好一撮。啥？要搁走一撮？对啊，你也无去地好一撮，哪知阿二仔是生是死？袂用的啦，咱若搁去一摆吼，迄个歹看面的一定互咱歹看。敢有影？好对。慢点。免麻烦你落啦。就算讲你唔落，走到天边海角，我赶快来找着你，将恁拍咧18张地角，上刀山落油鼎，了才放你回。小呀，伊是啥啊？阎王注定三件事，绝不留人，怪路见。伊到底是啥啊？你免惊啦，伊就是哦，大家拢做讨厌，无人想要看到伊迄个人。莫惊，阎罗王啦，嘿。莫惊，陈丽，顺路，恁莫想讲哦，恁的法律会用胜过我。但是恁的讲法律哦，根本就唔是我的对手。若唔是因为生死簿顶无恁的名，所以我才哦不忍心痛杀手。也毋过今仔哦，你侮辱着我，佮私传地府，破坏地府的规矩。敢讲恁两个唔惊我到生死簿顶啊，把恁的名提起了？哪边啊？你唔莫遐大啦，退起，哎，阎罗王啊，你遐厉害，阮两个当然嘛毋是你的对手，咱用讲的啦，莫起家动手啦。既然安尼哦，恁就乖乖哦，对我来18张地角。性地妈歹，压起。哎呦，阎罗王，甲你讲啦，阮两兄弟啊，当初时决定要追随天上圣母妈祖来凡间祭祀时阵，阮都已经有心理准备啊。阮无入地狱，啥物人入地狱咧？对啦，啊，阮两哦，对你也是无问题。啊，毋过你要答应我，拜托你甲我讲，迄个阿二使讲伊啊，是毋是伫恁地府啊？你做无礼貌的咧你，迄人可能会死，你搁笑出来，因囝伫遮啦。唉，命啦，拢是命啦。虽然讲普度众生，也毋过嘛毋是每一个众生拢会当互人度化。阎罗，我阿爹是不是已经死啊？天机去去杀人。阎罗，我拜托你啊！我阿爹叫我去地府，我求你，你
到时我阿爹个离开我，那是我袂落去啊！然后我娘去死啊！我这我唔知佢当活回来。你要传牌去遐，可是我遐个地府，你带我去就好啦。啊，生死我顶也无你命，我带你命要创啥？我去找我阿爹，跟我阿爹，好晒啦，咱团圆，我拜托你啊，我拜托你啊，你啊！老伙啊，你有看到无？迄个几岁囡仔，为天老爸死我，咁你赶紧过，赶紧夹头，赶快头拢老伙啊！咁我你都袂感动哟？我拜托你好无？照你讲，阮两个对你去地甲，就刀山落一条，我都唔惊，安尼好无？是啊，你甲江一放出来，阮两个兄弟啊，面临动手，我就带你行，安尼好无？你讲话啊！讲啊！他慢慢讲一句话。啊，记啊，我来我这报道，我是要做找阿记啊啦。意思是讲，我阿爹无死，我阿爹无死嘞！你创啥？哎，卑鄙！你这么良心的，你啊，囡仔你也来下手？你放心啦，我是咧救伊，唔是咧害伊。啊？是救伊？对，因为凡间之人，若见过阎王本尊，一定要对我行，非死不可。咁唔这严重？无唔对，即摆我已经将伊的记忆咧洗掉，所以伊会袂记你讲捌看过阎王本尊，安尼伊就袂死。摕来啊！摕来啊！你真正是不就教，我是安尼甲你教啊！真正是乌白来。啊，严大哥，歹势啦！我想吼，你应该是要来找这张纸对啦吼。啊，我这个兄弟哦，真正是不就教，我头都甲骂过啊，我等一下甲抛哦。歹势啦，啊，这张吼，伊就已经掠落来，啊，无吼，再麻烦你转去小顾一下。歹势啦，歹势。我甲你两个见过，阿爸你若搁甲阎王电话回来吼，我绝对袂放你爽。看伊个面乌，心肝阁无乌呢。是啊，人讲阎王无情，敢若小可有一点仔呢。哎，阁袂歹。啊，这阿红啦，哎，阿红，哎呦，对不起，阿红，对不起。呀，万丽呀，嘿，我哪在这？你哪在这？无啦，你无代志啦。啊，你完错无？你完错无？哈，有感觉无爽快哦？哈。我头就疼。啊，休困者。万丽呀，我阿爹嘞，我阿爹嘞。甲你讲一个好消息，恁阿爹无死。真是。是啊。那呢，我阿爹人嘞？暂时还未找到。要毋过你放心，只要你阿爹无死吼，我甲你挂保证，我一定甲你阿爹找回来，好无？多谢啦。不要紧嘞。我阿姊，但是知影我阿爹无死，一定足欢喜的啦。对。阿姊，我足想你的，我足想你的。秀莲，你放心，我会去救你的。秀莲，你踮伫将军府过得好无？你踮伫遐做工，唔知辛苦无？辛苦，我今年无都该斗相共。
我何天生竟然无当甲伊斗相共。娘娘，阮调查过啊，虽然无找到阿基西本人，也毋过，阮会当确定伊无死，伊搁活伫世间呢。真是嘞。阿二师，这么跳跃的后生查某囝，假使讲伊若是无死，应该真紧就会倒转来甲因团圆。还阁啊，娘娘，我是敢是迄个何天生，看伊的表现，伊真正是一个有爱心甲好心的人呢。伊若教学生无收钱，阁白费换钱买包仔，互伊规气口的人食，所以我确定伊绝对毋是真好人。我家己入去就好啊，你哦，先转去啦。喂，我要甲你去。好啦，多谢你。伊敢要互咱入去？试看卖就知。大家要怎啊？等下。拜托啊，我想要入去陈瓦去秀莲啊，拜托，让我入去啊。袂用啊，等。我甲你讲哦，我若看到我阿姊，我一定甲伊讲，阿爹无死，阿爹无死。来去啊，只有一个空，咱为遮入去。好。有够重的，你这趟加落吼，就超过5斗啊啦！秀莲啊，你真正足厉害的呢！你才来一工尔，就甲我的记录安尼拍破呀！哦，厉害，佩服！啊，毋过说起夫人，我无是10斗，我共款无够。对啦，虽然你一定破我的记录吼，毋过奖金一定无的啦，而且吼，可能阁会互人。毋是可能，一定。若是我无够，就爱处罚，爱当的处罚。哼，我无够哦。地方，小李，林公主，你要来救秀莲倒转。公主，秀莲能够踮遮，一定是无命的啦。无可能，我是要叫阿二师来救我，你来找我，根本就无路用嘛。当然嘛是有路用，因为我知影大将军你要爱是啥物，我要爱是啥物？你要爱就是阿二师故表的宝。猜怎通念？拄着你挑剔的缘。若是我无够，就爱处罚，爱当的处罚。哼，我无够哦。地方，小李，七号位啊，人伊才来第一工尔，咱做爱有时间互人一关练习啊。今仔日这个代志，咱就当做无这个代志，算算呀。你若搁啰里啰嗦，我喊你做伙起你。我猜你遐做啥？喊举动手。秀莲啊，你唔通怪我吼，这拢你的命啦吼。
啊？学炮火形象，上去！我无够啊！哼！福珠，我的福珠，你是哪阵了你互我的福珠呢？我管你什么辅助，以后你若一天活无到10斗米，我真讲妈祖无来，嘛无材料救你。在哪里？不准你加饭。秀莲啊，我虽然足同情你的，啊，毋过这嘛是无法度的代志。咱两个命运吼是同款的，拢是随人无随命了。阿红，你来做来吃？阿姊，你足可怜的，互人拍甲安尼。无要紧，阿姊会堪的。阿姊，青花兄甲万里兄甲我讲，阿爹无死哦，阿爹无死哦。是，阿爹无死。阿爹今晚伫倒？伊还阁伫咧找啊，到即马拢还袂找着。阿爹无死。阿姊。你讲恁在倒走啊？倒走？对啊，你著留伫咧遮，无要是万一互伊拍死啊！阿姊，行，你怎么走？行啦！行啦，行行啦。啦！要走去倒？就算讲你会当逃出将军府，嘛走袂出我的手来。甲这个查某囡仔绑起来。是。你想做啥？甲放开。是。我放开啦，紧啊！阿姊，阿姊，阿姊，阿红，恁阿弟啊还未死着？对啊，我阿爹也未死。叫恁阿弟啊亲身来见我一面，我马上放恁阿姊走。啊，毋过我还未找到我阿爹呢。安尼，你着赶紧去找你阿爹。恁阿爹哦，若是较慢来，恐惊以后就看袂到恁阿姊哦。进去。阿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来救你的。来等我，来等我。大将军，煞记乎你，我到底是倒位的事，你免安尼对待我。放肆！你也无资格通甲讲话。恁阿爹还未来进前，你共款逐工甲我磨10斗的米，若是做袂到，哼，照拍。阿爹无死，阿爹无死，你讲咩啊？多谢你，多谢你。真理，真奇怪呢，你指头最好看者。
陈丽，你头最近会痛无？有淡薄仔呢，是安怎？系啊，陈丽，看起来你这个病了真重。你变做？放心，我开药啊。顺人喂，其实顺人这个名吼无适合，你应该改名叫碰碰。碰碰，安怎讲？真啥嘛你？你当我牛牛哦，叫我偷鸡，这牛牛你足厉害。阿丽啊，小兄，小兄，哎，阿小娜。小兄，你敢有找到我阿爹？阿红啊，歹势，阮真正做拼死咧找，也毋过也未找着。那安尼要安怎啦？将军府内底的人讲，一定要我阿爹去将军府去大将军，若无就无爱帮我阿姊走。我嘛感觉真正足奇怪，阿红，阮两个人哦，真正做拼死的，毋过真正找无。哎，兄弟啊，这么侪年来，敢有发生过这种代志啊？无咧。对啊，只要是活的人，咱无可能找无啊。竟然遮奇怪。小兄，多谢你。啊，毋过我阿爹一定要讲伊去将军府，若无我阿姊会死，我阿姊会死啦！啥？你讲你阿姊会死？这么严重哦？我来甲阮公主讲，公主伊拢听到啊，哈。公主，请。林公主，你要来救秀莲倒转去。公主，秀莲还搁踮在遮，一定是无命的啦。无可能，我是要叫阿二嫂来救我，你来找我，根本就无路用嘛。当然嘛是有路用，因为我知影大将军你要爱是啥物。我要爱是啥物？你要爱，就是阿二嫂顾表的宝。聪明，实在聪明。我唔是聪明，我是较骨力尔。我有去镖局问总镖头，虽然伊啥物拢无爱讲，也毋过我知影迄个宝物，就是大汉朝廷的国宝。你不但敢若骨力，而且佫真认真，所以我嘛一直咧等你来归顺我，来做我的部下。大将军，您各有志，请你原谅。林公主，请你救我，我要回去府派伫遮。是啦，公主，伊真正叫人害死啦。知就好。公主，你一定要救秀莲啊！大将军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会摕宝物来交换秀莲姑娘倒转去。我等你。你会较紧来，啊若无，你就紧会着秀莲。将军，我是毋是会当甲秀莲姑娘讲几句话？请。秀莲姑娘，我替你向马祖娘娘求的佛珠，是毋是已经去用开掉？你放心，唔免惊，一定爱坚强。马祖娘娘一定会保庇你。哼，伊将法力灌伫秀莲的身躯。陈立干、沈凤英，在，紧去找国宝，还有阿二嫂的下落。是。徛袂稳的，徛袂稳就行啦。林怀德应该将伊的法力加持伫秀莲的身躯来保护秀莲，安尼就无法度用灵芝秀莲来逼因交出下地主。
想袂到林怀德的法力竟然这么高强。假使我若摕到舍利子，绝对袂用将伊毁掉。我要利用舍利子的法力，加强我的法力。哼，安尼我就会当天下无敌啊！望眼像孤芳寂无听，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花听。雪花飘，成雾气，照天关动三川。哈哈哈哈哈！雪姬啊，你国色天香，实在迷人。将军，你的紫红金刀借我用者。请。红发诸天，达顶人家，花金枝，定花丽，报无影，收无声。玲玲妹妹，恁起来。多谢雪姬夫人。你两个开水。相信你一定袂互我失望。多谢夫人的照顾甲信任，将这么重要的任务交予我。雪姬夫人，我一定袂辜负你的指示。去吧。是。雪姬，你将你的血化作丹丸，才阁有冷冷甲连连服下，敢有啥物特别的意义？我绝对袂做无把握的代志。啊，你的意思是你一定有把握，通破解伫秀莲身上的假持力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嘛唔知啊，拜托你，去保护我，来去看待我无？姑娘，你唔免烦恼，对这个林公主，伊属遐个高明，伊一定会救你安尼啊。什么代志？哦，你出来了，你出来了，你出来了。是安怎？我看卖。姑娘，有林公主伫个，你免烦恼。林公主，我阿娘有办法做，我去啊！拜托你，去救我阿娘。我甲赞美，伊是气血虚弱，救命大乱。也毋过你放心，暂时无性命危险，我一定替伊治。多谢，多谢。姑娘，恁阿娘身体遐尼虚弱，哪会无喺倒厝的好好休？就因为阮阿娘身体较虚，掉破病，所以我才来庙会拜拜，
祈求慈悲的妈祖会当互阮阿娘身体健康，莫阁受白疼的拖磨。阮阿娘认为，只要诚心祈求，妈祖保佑一定保庇，所以毋才坚持要到做回来。恁母仔囝遐尼虔诚，一定有福报，妈祖娘娘会保庇。放心，我来开几套药方，恁阿娘随时会好。你连中了我的五毒公园呀！烈热烈的消息，真紧就化成血水，哈哈哈！我都讲分了虽然厉害，但是邪不胜正。你若无代志，怎么有可能好天之下，无人能抢袂过阮的毒手？其实我早就有防备啊，我甲你赞美，你根本都无变，尤其你根本毋是母仔囝。对恁的眼神当中，我看袂出母囝连心的亲情，连都有可怕的杀气。无毋对，我的任务就是要来杀你。唯唯善恶，在一念间，修修复复，以方寸条。希望恁趁早觉悟，转恶为善，才会当脱离苦海。卖了说啊，将你害死，这是我唯一的目的。受人控制。那安尼？救我！阮体内的红血豆卵子哦已经发作啊！我不想要死。我哪来台？嘛是身不由己啊！叫你救阮一命！哦，原来你贪污无地，想要来杀阮公主，这是恁家己做得来的。该死！就这样，阮公主好心救你，你搁来下手，吼，真自作自受，莫救伊啦，甲踢出去。卢手，紧替因解毒。也毋过。你身躯顶的毒已经有我化解。奶奶，来呀！嘿，嘿，你来啥啊？多谢都袂晓讲，真无礼貌。娘娘，你来看，叫无路用也袂晓感恩。万事为宽，这宽就是宽赦别人，家己嘛会心宽，所以根本无需要计较遐尼济。是啦，也毋过娘娘。对敌人忍术，就是对阮家己残忍嘛。阮知影你真自卑啦，啊，毋过嘛爱看对什么人啊。遐个人吼，一定是将军府派来要对你不利的啦。那家己还较细致的。将军府？无可能将军府派来。是哪讲？大将军爱娘娘找的宝物，佮派来甲咱抬。啊，毋摕家己手，拔家己嘴皮，天哪人才讲话啦。田丽，你有够浅的呢！逢人之心不可无，知无？
无啦，我的意思是讲。 我知影恁认真你啦，我袂怪你。起来，恁辛苦啊！这补药会当辟邪，挂起来。哼，败军之将何以言勇？任务失败，转来请罪。 岂能再加生事？将军，因无功劳，嘛有苦劳啊！多谢雪姬夫人。高明杀人不见血，两个拢死啊！哼，因失去林公主予因的救命功力，当然会死啊！好，安尼我明白咯。雪姬，你早就算出林公主一定会用内力替因解毒，所以你即马用玉佩来吸收林公主的内力。我将林公主予因两个的功力去对我遮来，所以加持伫咧秀莲身躯顶的功力，我嘛会当破解。这就是讲，用伊的功力来增加我的功力。你早就知影要杀害林公主并无遐尼容易，所以你用这个假中计来得到林公主的神奇法力。哎呀，真好，真好！雪姬，你的心思确实有用，莫怪你讲你袂做无把握的代志。你伫西岳的朱子国所修炼的乌魔秘法，确实厉害呀！使人钦佩，使人钦佩啊！破坏秀莲身上的加持力，再个好好接外，会生不如死，安尼一定会当逼阿基西伊出面，到时咱就会当顺利得到佛道舍利子啊！将军，你若摕到舍利子，互国着希望，以后你若变第二国的国王，就有机会霸占中原，一统天下。安尼，敢是我咧？当然你嘛是皇兄啊！皇兄是算啥？我要亲像你这天，高高在上，雄霸天下。哦，啊无啊，你即马是咧评断哦？我负责感动你呢，啊你评断我用雪姬夫人骂呢？哦，一定要打死你啦！锤啊！啥？奇怪，日头赤爷爷感觉拄着鬼，我骗信啦！会惊哦，啊，甲你吓惊的尔啦。迄个甲你讲哦，阿伯唔好评断，啊，怎啊评断吼？这锤啊，我著啃到你的身躯顶啊啦！哼，啊给无啊？夫人，
免着急，回来老爷等着你。是。边啊。是。教官，我袂当倒落去。你的家事功力已经互我破解，即马就等你阿爹来，好好甲伊款待。是。哎呦喂！你甲我拍较大力，啊若无，等下我就拍。是。有气魄，阿姨说的查某囝，真正是有气魄。甲我继续拍。是。秀莲啊，后边吼你家己目睭闭较紧的啦，啊，莫搁踮遮做透皮疼。我紧无啊。天气渐渐冷啊，你安尼早起，就爱去学堂教书，添一工啊，暗时毋就较早休困的。安尼啊，你放心啦，我袂忝，我精神体力阁足好诶。爸母哦，总是为囝儿咧烦恼啦。天生，以后咱何家拢靠你啦，所以你有当时啊，嘛毋通伤过好用，爱注意家己的身体。阿亮，我知影，你免烦恼。是恁阿爹伤早过世，啊若无，恁兄妹仔嘛毋免过啊遮尔辛苦。阿亮，莫为着较早的代志遮尔艰苦啦。搁再讲，即阵我食苦嘛是应该啊。我若无才调食苦，我就不配做将门好主。安尼，我嘛对不起阿爹在恁之灵啊。对啦，明仔载是大将军祝寿的日子，你一定爱去祝福，千万唔通袂记伊呢。去祝寿，嘛袂用个无准备礼物。我知影，你身上一定无啥物银两。这下月款，你摕去倒，换一点银两去买一项礼物，安尼才袂互人看咱无。阿娘，这下月款是阿爹送互你的。是代表阿爹对你生生世世真爱，免让人体不掉咧。不要紧啊，阿娘，咱散都莫加大班，嘛无需要去斗老的啦。这毋是斗老的，这是恁情义恁两个爱会记，当初咱当艰苦的时阵，含三顿都无通食。是大将军送米粮来予咱，搁将这间厝留予咱住。
天成，你是读册人，你应该爱知影，食人一斤，行人一斗的道理。我爱恁两个，依着感恩的心情去甲接受。阿娘，你莫比我兄气啦！你敢知影？旧年我甲阿兄去拜寿，在座的拢是一寡大官有钱人。伊嘛知影，阿兄甲大将军的查某囝慧敏只爸未婚啊。啊，毋过一看到阿兄遐尔啊瘦，因表面上是假甲真客气、真尊重。啊，毋过暗中拢咧口说，讲啥物乌鸭配红红，先尾插牛屎，听到我就火大，真正想要冰倒。你是一个查某囡仔，去人家毋着较有规矩的，本来会用遮尔啊无礼数。我只是替阿兄感觉真委屈啊。今年爱搁去放母了，放糟蹋，我做小妹嘛会足不忍心吗？阿兄，散着啊散着有骨气，今年哦，莫搁去啦。天成，月英，阿娘嘛知影咱散，我嘛知影咱互人看无起，配人袂得过。我从来毋捌毋忙，只捌未婚的代志。会当带大将军的查某囝做我的新妇。我明仔载爱恁两个去，是希望恁带念着恁阿爹伫个战场甲大将军生死之交的交情，去真正挽回应该有感恩的心。阿娘，人讲富在青山无万顷，兵在城内无人问。即马咱兜的情形是人看袂起咱，嘛无诚意要请咱去，咱哪着去互看衰？你这个查甫人，哪会这尔屈强？阿娘真正无你法嘞。我毋是屈强，我是讲老实话。伟英，好。阿兄，我莫教阿娘咧应出应气。阿娘，我听你的话，明仔载我会去将军府，甲大将军祝寿。知书达理，安尼就对。你是毋是想要去看少年公园？欢迎欢迎欢迎！好，来，您请，来您请。欢迎欢迎。真是的，若是贵人呢，当然行大门。欢迎欢迎，来您请，来您请。啊，不过恁何家是去互皇上降为罪犯的贱民之家。你若是要入去，迄边壁头有一个高坑，你着对高坑落入去。七兄，你莫看人无，欺人太甚。哦，今仔日若是阮大将军做寿的好日子，我就对你无客气。谁惊谁？要比雄比惊神，来啊！伟英啊，你唔通安尼啦，刚讲要甲对面，不管遮尔歹看心。阿兄，士可杀不可留，你莫这样软正啦。搁再讲，是伊存心要互咱歹看，讲什么叫咱兄妹仔软到坑入去，一口气我吞袂落去，当然爱出手维护咱好甲兄妹仔尊严。大小姐，是啥物代志？阮兄妹仔诚心来拜寿，市勇看人无目地，竟然不准阮行大门，叫阮软到坑入去。这种对待人客的方式哦，真正是足无礼貌的。分明是要互今仔日的喜事闹亏闹大。启勇是阮阿爹大兴护卫，嘛是东东一个副将。阮将军府外人出入拢是伊在管。啊，毋过恁兄妹啊，我嘛无甲恁当作是外人在看待，自然会叫恁软高空。来者是客，阮会以礼相待。安尼毋才差不多。毋过何天生，听讲你有淡薄仔文采，
今仔日阁是阮阿爹的50大寿，我着互你表现一下，讲几句啊拜寿好事，互我听看觅咧。我听了若是满意，就互你兄妹仔行大门入去，啥款？这尔简单的代志，唔免我后遐开金口，我来就会用的。厚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这句祝福的话袂歹吼。外英，伤普通啊啦，想袂到你兄妹仔程度安尼尔尔哦。华英，俏看幽灵，莫计较安尼啊多。好天生，你一向认为我高慧敏只是一个脾气歹、爱三心地大小姐对无？好，今仔日哦，我着甲你比一下，我先出上个。请。百寿开生过百半，五福避邪以5十，半百光阴人未老，几番风雨山愈青，往外尊重当吉庆，百年长寿立风中。真好，我真满意，请。将军将恁两个当作是贵宾，所以其他的人客伊拢无爱见，心心心意，干那招待恁两位。来，请坐，请坐。感谢大将军的票诶。请坐，请你坐。天生，我的查某囝慧敏是公认的才女。但是拄则伫门口听讲你的文才，会当互我的查某囝心服口服，实在是无简单。大将军，拄则是晚辈献丑，不足夸奖。唔免客气，会当请到你这款才子，这是我的荣幸。搁再讲，你阿弟啊，甲我是生死之交，既然是个人之事，理所当然我都要亲切交代嘛。天生，外玲来，请用餐。遮尔济菜你不爱吃，哪会干那眼青菜食哈？煞气夫人，天生是寒门的子弟，惯习食便菜饭，遮尔啊澎湃的料理，天生唔敢享用。将军，你辛苦，这是我将为你所备。感谢。我食便菜饭后，特军必备，壮志未酬，我来当享受这么好料理呢。洪大，是，这料理提出为了咱的士兵。这天生的个性，甲伊阿弟啊一模一样，看起来这天生对我来讲真是蒙氏栽培。望眼像孤芳，寂无行，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花的听雨。天生的个性，甲伊阿弟啊一模一样，看起来
这天生对我来讲，真是妄刺栽培。尽量啉，尽量食，咱毋是外人。搁再讲，天生你甲我的查某囝也袂出事，就指腹为婚啊！阿爹，指腹为婚是恁顶一代家己定好的，我是无答应要嫁予迄种散秀才。慧敏姑娘讲了无毋对，我何天生知我家己有几两重，我绝对唔敢有拒款的意思，请慧敏姑娘放心。无毋对，我阿兄一向拢真有骨气。搁再讲，散秀才有啥物唔好？知书达理，做人谦虚，又搁有志气，厝边头尾大家拢学到。希望慧敏姑娘，你莫看袂起我阿兄。听讲你阿兄为着几仙钱伫路里做肉店，随在互人杀，安尼叫有志气哦。我看是无路用，阁无志气啊。你知影啥？我阿兄是为着……哎呀，这啦，袂当这样无礼貌。咱今日是来甲大将军拜寿的，这样做太过分了。大将军，请紧。哎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这我袂见怪。来，大家啉烧酒，大家啉烧酒。天生，拄则我听慧敏咧讲，你为着几文钱，伫街仔路向当作肉店拍，这是因为这么多年来，大将军一直帮助阮何家，这受之有愧。搁再讲，救急无救强，阮何家袂当一直互大将军来帮助啊！我们才会想出这个办法，踮伫咧街仔路做肉店红拍，趁淡薄银两来维持家庭的开销。好，你毋是伫咧学长教册，应该过了袂歹啊，哪着安尼去卖命？踮伫学堂遐学生，因厝内底拢真善食，我都缴学费。搁再讲，我会去教册。我是希望这学生会当学习做人处事的道理，我并毋是要去趁钱啊。若无趁钱，搁常常爱读钱，去买米买菜煮饭，照顾遐个囡仔食。哦，有情有义，实在使人钦佩啊！只要你继续努力，日后你若高中状元，安尼你就当大大方方来娶慧敏，到时。你就会当利耀良门，享受荣华富贵啊！阿爹，高中状元，迄是无可能的啦。你敢知影，伊考3届拢无考掉呢，佮掠准家己就老的呢。想要娶我，无可能的代志啊！慧敏，袂哪会安尼出口伤人？将军，慧敏讲了无毋对啊。姻缘天注定，毋是靠指腹为婚就会当圆满的。天生甲慧敏两个根本就无感情，硬要甲因两个牵斗阵，恐惊这是孽缘，毋是善缘哦。帅气阿姨讲了无毋对啦，我绝对哦，袂嫁予迄个散秀才啦。慧敏姑娘讲了无毋对，才女应当爱配良好富贵之人。天生踮伫遮，祝福慧敏姑娘早一日找到如意郎君。也毋过，指腹为婚在先，即马要来讲为婚，安尼生我这个镇南大将军背后会去用起起嘟嘟，我会去用踢球。毋免顾虑遮尔济，顺其自然，一切随缘就好啊。那安尼生，咱就莫搁再提起指腹为婚的代志。啊，真感谢你今仔日特别来甲我拜寿，安尼我一定就要好好答谢你。不如安尼，我来找一个官府，互你去做一个小事呀。感谢大将军的好意，也毋过……哎，你莫搁按毋过啊，好无？阮阿爹是好意呢，你是要答应也不爱答应啊？人各有志，毋通勉强。互你做官府的小事业，是看你有气，你阁无愿意。敢讲，你真正当作你家己足够，是临终之料。对这款的安排，你无满意哦？即摆的官场，遐会做官的，
拢是要探倒入去臭水沟东流下雾。阮阿兄无愿意去做啥物事业，就表示阮阿兄有志气，无愿意去东流下雾，袂用咯。王爷，好啦，我点点莫讲话，啉酒总会用吧。大将军，我想讲要去见一个人，唔知会用的无？哦，见什么人？有一位秀莲姑娘，拄来将军府做查某囡仔，我想要去见。秀莲，你甲伊什么关系？大将军，我甲伊是拄啊熟悉而已。来阮兜拜寿，搁想要去看别个查某，实在足过分的。哈金婆，我跟你讲哦，我嘛是奉命行事的，所以你袂当甲我遮麻烦，嘛袂当变单。对今仔开始吼，爱甲我磨10斗米，还是10斗的黄豆。哈金婆，你安尼就对啊啦。你这么认真做工课吼，大家生活就拢做好过。夫人吼有答应过我呢，只要吼我甲你管好好，以后要放我自由，你哦我唔但会当找到好啊。秀莲啊，所以你吼袂当甲我出差错，逐工吼爱磨10斗米，你嘿，哈紧磨，进来。小姐，你敢有认识？逐工爱磨10斗，就算讲两只手拢磨甲断去哦，嘛磨无5斗啦。你这个无血无目屎的大颗查某，你来磨互我看。你若有才调磨5斗，冲落来5斗，看我的。我上讨厌人讲我大颗，无你是谁啊？你这大细声？我是恁祖嘛，安怎？你王爷，咱是来拜寿的，袂当这样任性，知无？米芳，这无你的代志，你落去。是。算了。秀莲，秀莲，真歹势，互你伫遮受折磨。你放心，我会赶紧想办法甲你救回来。你会当来看我，来关心我，我都已经感觉真安慰啊。秀莲，你先莫走啦。贵宾姑娘，我想要问你，敢讲善食人的查某囡仔，一定要踮咧恁兜做牛做马，受尽折磨？那你会当踮咧恁兜享受富贵荣华，你有啥物感想？迄是伊的命，无法度怪别人。要怪哦，就怪伊顶世人无烧好香啊，所以这世人就爱受苦。你哪会讲出这种无情无义的话？枉费哦，你嘛是读过遮尔侪书的人的啦，人命体贴你拢唔捌，无动真心哦，就无资格做人，嘛无资格做大将军的查某囝。我有我的风度，袂和你计较。秀莲，真歹势，我这阵还阁无能力会当甲你救出，但要请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尽办法，我会想出一办法，紧甲你救离开遮。伫我的面头前，遐尼关心秀莲，后天生，你伤过分啊！总有一天，我嘛会好好修理。贵宾姑娘，我想要请教你，你敢知影什么叫做欢喜心？欢喜心，欢喜心就是我介意做啥就做啥，唔免顾虑别人，只要我欢喜就会当。你错了，欢喜心是一种涵养，这种涵养会当互咱四周围的人拢感受得到。你甲我讲这是要创啊？我想要拜托，我希望你能摕出你的同情心，还有爱心，交代下骹手人，莫去折磨秀莲。
莫阁有秀莲伫咧遮咧做牛做马。你若真是会当安尼做，你下骹手人一定会尊敬。而且，因为你的善良，会当互四周的人拢感受会到你的欢喜心。侯天胜，你掠准你是啥啊？我毋是你学堂内底学生诶，无需要你教我怎做。搁再讲，老财就是老财啦，生死是阮将军府在决定的啦，外人无权利解释。哼！你会当这么关心我就会坚心挽笑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坚强活落去。我就唔相信迄个林公主这么厉害，我会当破解伊替秀莲家饲的功力，这就表示我有办法对付伊。原来你是顶回输了不甘心，所以即马加强武功要来对付伊。娘娘，以我所知影，你咧家饲的力量是正四琴，嘛叫做正四段啊。迄是你内心的功力呢，除了你家己，别人根本无得破解啊。娘娘，你敢确定家己伫咧秀莲身躯顶的力量已经去用破解去啊？哦，对。当初我会替秀莲家饲，是因为虽然人的命运是无法度强改，也毋过一切的无合，拢是种种的条件所造成的。这就是缘生之义。缘生成空，即宿命可破。所以就会当互秀莲免受灾的，不过嘛是去用破解去。娘娘，以我所知影，你咧家饲的力量是正四琴，嘛叫做正四段啊。迄是你内心的功力呢，除了你家己，别人根本无得破解啊。敢会是？迄一天我为着要救迄两个查某囡仔。身躯顶所中的风雪夺命奇毒，我甲我的力量集注伫因的体内，敢讲是去有心人去处理用去啊！系啊啦，本来是要救人，啊，即摆颠倒害着秀莲，是要安怎啦？想要到雪姬的心，比我所想的搁较阴险。哎呦！讲到情和令，即摆唔知是啥物所在，即摆搁出现一个新的雪姬来对付，啊，咱的任务是愈来愈困难啊。一个卑贱的奴才，敢有价值你为伊这么艰苦？大将军，众生平等，伊煞伫咧遮咧受苦，生不如死，所以我认为真可怜啊。你爱知影，奴才的命就是亲像狗仔，生死由人。即马已经平安无事，你应该会当放心，唔免忧头夹面。大将军，晚辈有一个请求，你讲，是毋是会当看伫大将军甲阮阿爹有生死之交的情谊，放秀莲姑娘回去？要求竟然是这，使我太失望。天生，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是求功名，所求的文爱贤能祖国，武爱当勇为战场，立千秋大业。身为一个查甫人。爱有霸气才有出脱，要哪用个为着一个卑贱的奴才这么超凡？安尼生敢是有去侮辱着恁何家将门好主呢？也毋过大将军，秀莲姑娘伊确实是真可怜啊！可
可怜，可怜的人真多，有病死，有枵死，也有伫战场英勇战死。因敢是嘛拢真可怜，你都要知影，人活伫这个世间，皆不平等，一人一款命。照大将军安尼讲，阮阿爹当初是被皇上处斩，阮何家降为罪犯之家，这嘛是一人一款命是。军令如山，一切无法改变。我细汉的时阵，我常常听人咧讲，阮阿爹是因为人定畏sợ，唔肯出兵杀敌，才叫皇上斩头。也毋过阮阿娘一直甲我讲。阮阿爹一生忠心为国，无可能违抗军令。大将军，迄当年你是阮阿爹身躯边的副将，这件代志你应当上了解，请你甲我讲真相，好不？电风往事不堪回首。若是再度提起，恐惊会伤着心里。大将军，这件代志关系到阮阿爹一生的威名，嘛关系到阮何家的声望。我身为人子，依情依理，我应当要了解清楚，敢毋是呢？天生，迄当阵你的年纪还阁真细。而且恁阿爹是皇上下旨处事，我为着无想要阁再度伤害恁何家，所以我心内一直有所顾虑，不敢多言。好，如今已经成年，我就将真相讲予你听，唔免予你心内有所看虑。当年你阿爹是镇南大将军，我是伊的副将。迄当阵讨番作乱，我甲你阿爹奉命消灭讨番，会使讲势如破竹，讨番败退。大将军，现在军师气势如虹，为何不能顺势继续对战，将敌军完全消灭？理由真简单。我军征战多年，嘛应该要好好休训调息。我再讲，强寇部队，所以我下令撤军。我将敌言，将军听小军事，将士甘心，不过将军下令撤军，这对朝廷恐惊难以交代。若是趁这个机会，将敌军完全消灭，一定会当得到皇上的允许，而且会当升官进爵，安尼敢是真好呢？也毋过，求功心切，往往会造成失败。大将军，王丹，你也知影，目前敌军已经退守龙牙宫，这个山头易守难攻。我军若是强行进攻，恐惊会伤亡惨重。无毋对，大将军的顾虑是正确的。大将军调停回甲传书，请你过目。对啊，是。大将军，调停有何指令？皇上知我撤军真无欢喜，认为我杀敌不力，人定畏慑，不忠不义。大将军问心不愧，不必为此担心。这是皇上错怪你，可惜无法度通我当面奏明皇上监察卡斯。皇上若下指令要治罪，一切拢由我将来承担。洪大，有
你这里西中的副将已经有够。洪丹，无枉费着咱兄弟啊！征战沙场3000里，生死已经的正义。但不过真奇怪，我明明照明圣上，我铁军的理由，圣上应该英明，是安怎可以怪罪于我呢？敢讲有人篡改着我照明圣上的诏书？当时恁阿弟啊坚持唔出兵，用以守为攻的阵法，可是皇上真不谅解，认为恁阿弟啊抗命有谋反之心。5天以后，飞甲传书，上达圣旨，圣旨上面有写：劫得势，威胁君王，罪不可赦，将恁阿弟啊处斩，夺去公命。大将军，阮阿弟一定是去互冤枉的，这件代志一定有完成。望眼像孤芳寂无听，孤单窗伊我点。大将军，阮阿弟一定是去互冤枉的，这件代志一定有完成。这我知影，我由副将晋升为镇南大将军以后，千方百计想要替恁阿弟啊平反。当时朝中的大臣怕事，不敢惹麻烦，也不敢支持。人在，人情在，人亡，一切拢化为乌有。我家己一个人的力量，只会当做到保护恁母仔囝不被流放。我做会到的，只是如此啊。若是搁再理论力争，恐惊会皇上再度生气，事态更加严重，连我嘛会去拖累着杀身之祸。天生。这项代志，请你多多体谅。大将军，你为着阮阿弟的代志，已经尽心尽力，天生感激不尽。是讲这一切拢无法度通挽回，真可惜。阮阿弟这20几年来战功，毁于一旦，互人想袂到。天生，心情放平静下来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看家开的，我知影，大将军。对了，大将军，我捌听我阿娘咧讲，迄当年踮伫战场上，阮阿弟的规家战袍是由大将军咧保管，而且大将军嘛捌讲过，等待天生长大成人了后，才要交我，是毋是有这件代志？无毋对，恁阿弟啊，在生所穿的战袍，我甲当作是珍宝咧珍惜，使我怀念。即马你已经有提起，我就奉还予你。天生，你踮遮等我，我来去摕。阿兄，秀莲的手拢摸甲破去啊！拄则我有替伊抹药啊，嘛替伊包好啊。看伊互人折磨甲安尼，我真正足不忍心的。本来哦，我是想要甲伊斗相共，替伊换，偏偏啊，
咪芳迄个大口查某，存心要找麻烦，不准我斗相共，我差一点仔都该受拍。华英，咱今日是来甲大将军拜寿的，唔通这样无礼貌，知无？我当然知影啦，所以迄口怨气我都忍落来啊。阿兄，拄则我看你一个人徛伫遮，心情敢若足沉重的，你在想啥？无啦，是大将军讲，伊有一件珍藏多年的珍贵宝物要交予我，叫我伫遮等。珍贵的宝物，敢讲是金银财宝？阿兄，那真正是金银财宝，咱以后就会当过好日子啊！看起来，咱今仔日来拜寿，无袂了工。华英，武功不受禄，唔是啥物金银财宝啦。那金银财宝，阿兄就无稀罕啦。只要咱一家伙啊，会当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过日子，安尼阿兄就心满意足啊。大将军，三思，唔通懵懂的。雪琪，我安尼做，你感觉有何不对？我是感觉，你若将这领战甲还好好教，恐惊以后，将军哦，你有困扰哦。老实讲，我甲天生因阿弟啊，伫战场共生死，迄种的感情是非常之深，所以我保留一束剑袍甲盔甲遮尔多年，是真正有怀念之情。怀念之情，我看应该是赎罪的心情吧。不准胡说！看这剑袍，我都心头混乱啊！混乱哦，唉，明明是无代志，咧找代志，当时哦，你早就应该甲这领剑甲哦烧掉啊啦！袂用的，这束剑袍是当年皇上所赐，若是私底下甲烧掉，话若传出去，都有欺君之罪。不如我即马做一个顺水人情，杀行伊，安尼毋是皆大欢喜？将军既然这样坚持，雪琪无意见。是讲雪琪，这束剑袍进前你就已经详细检查过了遍，应该无啥物问题吧？放心，无任何的线索，嘛无任何的证据。好教的人哦，对你绝对袂怀疑，而且会甲你感恩哦。啊那安尼，拄则你哪会感觉送行有好价是不对？还是讲你去考虑到以后有啥物困扰？迄是一种感觉。我是感觉哦，省事事省，较免麻烦，敢毋是咧？但是，这束剑袍，我保留这么多年，有时无意中去看到，心内总是有所不安啊。既然即马天生已经开喙，我就顺势杀行伊，安尼我的心内嘛较轻松啊。将军，你真正是想袂开呢。聪明一世，厚道一世。这束就是恁阿弟啊当年所穿的剑袍甲盔甲。阿兄，拄则你讲的宝物，原来就是阿爹的剑袍。
无对，这就是阿爹迄当年所穿的盔甲甲战袍。阿爹英明勇才，孩儿在此靠近领处。请起，请起，请起。但愿恁何家是好父母天子。大将军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为阮阿爹洗清冤情。大将军，真感谢你这么多年来，甲阮阿爹的位务保管这么多年。讲保管，不如讲珍重。我珍重这么多年，会使讲我对恁阿弟啊的敬重。不论如何，当年我做过伊的副将，在战场上强生死，迄份感情对我来讲永生难忘，我永远珍惜。天生，当时恁阿弟啊被皇上处死。除了这束战袍甲盔甲，并无留下任何的遗物。即马你已经成人啊，我必须多高兴你。天生，我希望你会当参照恁阿弟安尼，变成英勇豪杰，安尼才袂辜负恁阿弟啊对你的期望，安尼才会当安慰伊的在天之灵。大将军。你对阮何家是这么重情重义，今仔日阮兄妹啊感恩不尽，在此叩谢大将军。嘿，请起，请起。以后请保重。胡天生，你要替恁阿爹洗清冤情，迄是绝对无可能。爹，我会记得我细汉时阵，你捌讲过，咱做人爱尽忠尽孝。你嘛捌讲过，查某囝踮伫山场，要有识死如归的豪情壮志。所以我唔相信，你的人定畏sợ，我嘛唔相信你的违抗圣旨。阿爹。这一定是有人设计陷害你。以大忠良，面小不白一晚，行婚求全，阮兄妹很甘愿。皇天厚土，可表阿爹的忠心，立国民政。可敬阿爹英勇，阿爹，你在天之灵，一定要保庇我，帮助我，早一日查出真相，天干除恶，为你报仇。娘娘。我已经查清楚啊，迄件失踪国宝是佛陀舍利子。佛陀舍利子，迄是国宝，嘛是代表佛陀清净三业的精神。娘娘，你头拄讲的佛陀清净三业的精神是啥意思啊？三业是代表心、意、意。心业是一切的行为，意业是一切言语的传达，意业就是一切的念。三业清净，符合戒律，当然都会得到得分。伫咧开智慧的时阵，就会当得性格。哦，那是安尼讲起来，佛陀舍利子，毋但是国宝，阁是稀世的珍宝哦。
还佫有，恁除了查清楚宝物是佛陀舍利子以外，还佫有查到啥物？这撮和尚国宝，保用朝廷的麒麟军，颠倒是写普通标叫的和尚，这点我是感觉较奇怪哦。哎，我嘛拢想无呢。啊，这么重要的宝物，凊彩请一个江湖中的镖局，早晚会出代志嘛。和尚佛陀舍利子是大事，会请江湖中的镖局和尚，是因为无想要惊动民间的百姓，还佫有佛教的信徒。哦，啊，毋过吼，愈惊愈死，结果咧，嘛是叫用提去啊。即马上严重的后果，就是惊引起两国相战。哈，这严重哦！哇，两国相战，哇，百姓佫受苦受难啊啦。毋过我想无呢，是安那佛陀舍利子去用偷去，会引起两国的战争啊？台湾国可汗已经足侪年啊，而且百姓生活非常的困苦，所以台湾国的国王就向大汉朝廷进贡真侪奇珍异宝，希望会当照用佛陀舍利子求雨，并祈求佛陀三业的精神，会当保庇台湾国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。哦，对啦。也毋过，这摆佛陀舍利子去用偷摕去，台湾国的国王一定是认定大汉的朝廷讲话无算话，我上惊就是引起两国相战，所以咱来赶紧把佛陀舍利子找倒出来，唔那是救秀嘞，嘛是要免除战争，会当救万民。嘿，兄弟安尼讲，咱的责任是愈来愈重啊咧。哦，公主你放心，这件代志阮会尽心尽力。你看孙子兵法了？这会使讲是一本天下奇书。若精心研究，日后领军作战，一定是百战百胜，百无一失。将军，你眼前的敌人又无法度除掉，佮讲啥物领兵作战，百无一失。感情的敌人，说起你即马是讲啥？胡天星，大将军，胡天星今仔日看到因阿爹的剑架时，虽然有对此之情，啊，不过伊心肝内充满着怨，伊想要报仇。敢讲你看袂出来？大将军，你放心。我一定会为阿爹洗清冤情。家仔是说起你观察人呢，心思精密。不过，我真想要知影，为什么你若要甲我讲这？将军，我拄则已经甲你提醒过，胡天星无除掉。以后一定有后患。胡天星，伊只不过是一个落魄失志的书生，对我来讲，伊是一个无路用的人。伊袂输，敢若是只狗遐，只要我轻轻啊动一下，伊就一命呜呼啊！迄是爱看是啥物狗遐，若是有毒的红狗遐。你还袂甲伊惹死，伊就先教你，安尼毋是真麻烦。你坏着，想要到你竟然用百方不害咒来破解我的修真魔法。说起修真，应该是修心，不在修行。你心行如魔，当然无法度对抗正道百方不害咒。我唔甘愿，我唔甘愿。夫人啊，咱会当卖个接外伊啊，好无？点去，你哪敢提？
等下受苦的就是你。真可怜哦！安尼一双手白泡泡又黏呢，夹到安尼流血流滴，一定足痛的吼。妈祖启示录，人永远拢会做唔到代志，若想要成佛的人，就爱改；无想要成佛的人，就会当甲人较计较。一念觉即佛，一念未忘即凡夫。一粒心活动，看梦想甲梦，双双对对，因阮心肝遐凄凉。夜夜梦，日日思念，目眶红，三不五时珠泪干。青春看无通，歌声烈酒热红，看阮舞步遥望岁月流转。风暗像孤芳，寂无行孤单窗，伊我点。